现在大家拢期待疫苗来挽救本土疫情威胁，所以因应包括日本关境的疫苗入来如何施打，目前台市卫生局已经规划了大型注疫苗的所在，包括新营、善化以及东区3处来开设。相关记者来到监管防疫动线、空间以及人力配置所设立的东区复兴国中。了解目前都已经准备好势，就等待政府具体通知注疫苗的时间。对此，卫生局强调，到是为了降低民众注料产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所以大型注疫苗的场所将优先开放给85岁以上的长辈，以及75岁以上有慢性病民众来施打。我们目前大型的疫苗接种站是以整个台南市西北、还有中间、还有西南的地方做选取地点的考量。那西北是设在体育场里面的体育馆，好，新营体育场的体育馆。那中间的部分是设在善化慈济的联络处的部分，西南的地方是东区复兴国中的礼堂。那这样子的设置就是考量我们民众的方便性来想。那设置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说，是不是里面方便停车，空间够不够大？好，然后在等待区的时候，民众会不会很不舒服？然后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目前是以造册的人为主，所以我们会先逼我们的身份证是不是在造册里面的名单，试了之后就进去填同意书，就量体温啊、喷酒精、填同意书，还有那个接种卡，之后让医生评估，评估完之后进行接种，然后还会有一区就是留下来观察的区域。那留下来观察的区域的地方，我们还会给他做卫教的影片的宣导，好，在那个地方30分钟没有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离开。那现场的时候，除了会有支援的医生、护理人员，还会有志工，好，或者是一些行政人员。那我们会设置急救的相关设备在现场。卫生局强调，在疫苗来源充足之下，台南已经接获11间病院、30间卫生所以及272间诊所来投入注疫苗行列，预计每礼拜当完成注75000剂疫苗。至优先施打的顺序也是依照中央所规定为主。不过卫生局选定学校作为大型注疫苗的场所，家长也是有顾虑。对此，校长强调，会后一定会做好清洁消毒，请家长放心。其实也有家长非常关心就是为什么选择我们学校当就是大型的一个就是注射站那我想就是说学校单位有卫生局也经过评估选择就是场馆要够大，那腹地学校的腹地也要够大。那第二个呢也是希望就是说能够跟教学区有一些区隔那我们复兴国中就是被选择当这样子的一个注射的场地我们其实我们也很注重孩子还有家长的一个担忧那所以我们也跟卫生局反映最后我们会做一个清消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动线的安排方面或者是注射完以后的一个清消的部分那这个民众还有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学生呢都可以放心到最后呢我们一定会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毒的工作。看来万事交臂，只欠东风，期待疫苗会当赶紧来，让全民安心。但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